16岁是吧？什么问题？阴茎肿了。阴茎肿了。来，站起来，把裤子脱了，看一看。包皮肿。你是自己翻的包皮是不是？对。你现在是卡住了。你昨天为什么不来看呢？昨天要上学啊。你不怕坏死啊？啊？也没有什么大事。哦呦，不能说没事。待会儿要给你复个位，因为时间卡得太长了，复不进去，就有可能需要做手术了。你是觉得今天为什么要过来看呢？因为就是看已经有点肿了，感觉会出事。感觉会出事。你当时翻的时候没有翻回来，不觉得会出事吗？你跟我到治疗室来，我给你翻一翻。有翻视力吗？我给他翻一下。这只拖到躺上来，我看能不能给你翻得到。痛你怎么办呢？痛就忍着呗。这里已经你看勒到有个环了，看到没有？对啊。能翻回来就最好。翻回来之后，开点药水给你洗一洗。好，可以了。具体你为什么翻，我就不去探究了。你不能再翻了啊！感谢。不用做到做手术你就感谢了是吧？有没有爸妈电话？我要跟他说一下。没事，不用说，我自己知道。要说，这个必须要说的。我不尴尬呀，真的。有什么好尴尬的？要跟你爸爸说啊。你好，我儿童医院精神外科的医生啊。就是孩子啊，他那个包皮啊，他肿了，是因为他那个包皮翻出来以后呢，没有及时给他翻回去。以前在家里没有教他怎么翻包皮吗？我们他从来没说这个。好，行，反正现在给他翻回去了。现在翻回去就不严重，如果翻不回去啊，他可能就需要做一个包皮环切的手术去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啊，反正现在没问题的啊。好，可以了啊。没事。